我想 BB 嘅皮膚好似我咁滑舒舒，有咩方法呢？根據 WAO 統計指出 ，BB 喺6至12個月大係濕疹高峰期。其實皮膚痕癢、紅疹同埋濕疹都係皮膚過敏嘅症狀，通常係因為環境之中或者食物之中嘅致敏原引起。有家族遺傳因素嘅嬰幼兒，若果接觸到致敏原，佢哋產生敏感症狀嘅機會甚大。若果父母雙方都有相同嘅過敏病徵同埋病歷， BB 遺傳過敏嘅機會率可以高達50至到80%。最有效嘅防敏方法就係母乳餵哺。準媽咪可以向你嘅醫生查詢，了解下自己家族嘅過敏病歷。上茶為各位爸媽準備咗更多專家團嘅分享，快啲登上www.dearpromom.hk。